活了，烏手奶來，他已復活了。已經復活了，已經復活了，如復活啦！呢一個嘅晚會咧係好特別因為咧我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思嚟到去為大家去預備啦唔單止係嚟到去慶祝主耶穌嘅復活啦，亦都係將主耶穌復活呢個嘅大喜嘅信息向大家介紹。20號希望見到你，開心，好期待。緊張啦，知做成點啦。大家好，我做緊彼得嘅角色。主耶穌已經復活了，呢一個係一件事實。我哋咧教會一直都係正在傳播緊呢一個嘅信息。耶穌已經復活了。我哋誠懇邀請你喺4月20號晚上7點喺光中堂參加我哋教會所舉辦嘅復活節呢一個福音晚會，歡迎你。 20號4月，請你4月20號嚟參加，你會知道㗎。喺2000多年前，主耶穌復活嘅信息已經被傳開，直到今日，唯有基督教每一年，我哋都有慶祝我哋所相信嘅救主從死裏復活。今年4月20號晚上7點，我哋約定你嚟到我哋當中去聽述有關主耶穌復活嘅故事。地址就喺呢一處。